OK， 今日帶大家過嚟睇下我啲灣中新城啊，對面就係我啲中山客運口岸。咁呢度呢，以後直接可以做輪渡過啲香港啦，深圳都 OK 冇問題嘅。咁嗱，而家呢邊 F26、F26、F27 地塊呢，就係我啲嘅洋房板塊啦。啊，咁前邊呢度呢，有我啲風情水街9.3萬平方嘅中山投資同埋中山公用，就喺我啲家門口噶啦。啊，呢邊係我啲未來嘅洲際酒店同埋未來之門啊，前邊仲有我啲嘅主題公園，包括而家呢邊嘅8棟同埋6棟有我啲嘅海景房啊，139方到163方嘅18000任選嘅啊，129方咧喺我哋6棟嘅，而家16500都係任選，可以睇到我啲前邊嘅海景，直接係望到我啲深圳嗰邊嘅一覽無遺。咁而家呢邊整體嘅地塊商業、住宅、洋房，包括我啲別墅，其實都係有嘅。萬科園墅咧，就喺距離我呢度大概2公里左右啊，係目前馬鞍島最低密度嘅一個萬科園墅2.0嘅低密度啊。整體嘅規劃，南部呢度就係睇灣中新城啊，北部咧就睇中興智慧城就 OK 嘅啦啊。就呢兩個板塊，其實未來馬鞍島可唔可以發展上去，其實都係最終睇埋南部呢邊嘅，因為南部呢邊商業組合體太多啦啊，而且最靠近我啲嘅口岸。人流以後呢邊係流通，包括各方面都係比較齊全嘅。有興趣想攞呢邊資料包嘅，嗱臨揾我啊，後台發俾大家。